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雨辰同行》，我是雨辰。没错，你没有看错，灭火器呢终于开了一个频道了。这个频道有很多系列，那今天的系列就是美食系列。因为是灭火器开的频道嘛，所以不免俗的来蹭一下。所以我们就要欢迎今天的来宾，欢迎灭火器。我们是灭火器啊，团员一般来说不是有4个嘛？对，没错。啊，今天怎么只有2个这样？因为有一个在当主持人，然后有一个在台中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那因为是美食系列嘛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的就是我们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啦，叫大树，然后他开的店叫做早秋咖啡，没错。然后这绝对不会是业配，因为第1集呢是不会有任何业配的哦，所以之后如果有需要找我们去吃的话，跟我们联络一下。然后我们还要再欢迎今天的一个特别来宾，也是我们待会要过去找球呢，我们的司机大早，我们欢迎山东。好啦，那我们待会就是给山东载过去，然后我们第1集就是用生命在开店啦。如果是给山东载的话，OK， 待会我们打完牌之后就要出发了。那前进是 P 档还是D 档还是 Drive D 好？好，方向灯，左转，好恐怖哦！不要怕啦，不会有事的啦。慢慢的哈。你要知道我们比你更怕，所以你不要怕。没事的。我们现在在前往早秋的路上，然后反正我们在这个车上呢，稍微提问一下一些问题啦，因为大家平常看到的灭火器哦，可能都会觉得很严肃这样，因为毕竟梁大正是严肃的表率。对。那你们团员呢？吃过印象最深刻的庆功宴。好，我先讲一个特别的食物。我们上次去就是跟多飞一起演出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吃了一个是那个有点像是山产店的东西。对，老板爱打猎，是打猎的，然后他就是东西都是他打猎亲自打猎出来的东西。我们是吃什么鹿肉？对，然后就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。我最近的印象啦，我觉得真的是蛮好吃的，就是高雄的海味。哦。对，不是刻意在打广告啊，因为这真的是蛮好吃的，大家每一道都蛮好吃，海鲜都蛮新鲜的。金龟比台北好吃嘛？对，那很好吃。对啊，大家有空可以去吃。那你知道我里面我最喜欢吃就是那个小卷沾那个 wasabi。哦，那个好吃。哦，这边怎么一个人 America？ 陈俊拍一下。就团员呐，私底下有没有做过什么举动让大家觉得印象还蛮深刻，然后也觉得蛮感动的这样？我们团之间不爽是不太会有，然后因为我们都太了解彼此个性，反正了不起就是说觉得有人好像心里没有很舒服的时候，其实大家也都会知道说，哦，这个一下子就过了。最好的一点还是我们一起决定要做什么事情，因为无论如何都要排除困难达成，不管是像办火球季或者去美国录音。其实我近期我真的觉得去美国录音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，算是近期开启排行榜前3名。对，因为真的说那个当下，你真的会觉得哇，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，而且真的都把我们毕生所学都想办法在那时候拿出来。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认真做音乐，不能这样讲吧？开玩笑啦，一直都很认真呐。乐团这种东西，你越能把人跟人相处的事情处理得顺，走得越久。对。好，下一题啊。早就在左边。最受不了对方的事情，我就来说好了。梁大正很爱乱丢东西。真的。哦，这山东好像他那个丢东西的那个点是很奇怪的。我举个例好了，因为我以前刚跟他住的时候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养猫，有一天我就是完全找不到猫砂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在上面这样，结果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在抽油烟机上面，然后就一袋猫砂在那里，而且猫砂又特重，还搬那么高。对，然后我就想你在干嘛？好饿在厨房我就觉得刚刚不对吧？之前有一次我们是去吃什么饭，然后也是一样找钥匙找半天找不到啊，他戴在帽子里面，帽子里啊。我们大概找了2个小时。对，而且我们好像是去一个山上吃饭，对，不要停在网基本上是出不来。这样子干嘛？哪安尼啦，这人安尼啦，哦，都没聊。有没有什么最不想要演的歌？表演哦，对，表演。其实通常我比较不喜欢演那些就
就是商业合作案的歌，因为那些歌其实会很少唱，对，所以很不熟，不太能进入状况，也不知道怎么表达。而且因为我们演出可能都会一阵一阵嘛，一阵就是一张唱片会有一张唱片的巡回嘛，那其实那些单独出来的概念很难融进一个秀里面转了。因为每一场秀都有一个主题嘛，那些歌如果突然要插进来，对，突然插进来，有时候那个主题不对题。因为我记得就问到这里了，我现在问山东了，你最受不了杨大正在你旁边吃什么食物？任何啊，因为他吃东西很大声，对，他什么吃东西也超大声都可以发出声音，他就对，哎，要不要救什么？喝醉的时候更大声。哎，他起床之后他也不管你有没有在睡哦，他就是动作什么都超大的，他做自己，真的超靠北的。所以后来我们出去表演，然后我都就算房间不够，我都有特权，就是可以自己住一间，可以自己睡一因为间。这不是对我好，是对大家好。下一题哈，那你最受不了杨大正的事情？爱乱丢东西这一点我就不能接受啊。但我很 care，就是他会占用多的空间，比如说他会把他买的啤酒放在他的椅子上，太夸张了吧！这件事我就不能接受。大家可能就是想说丢完等一下再说，大家等一下就忘记。我会收啊。会吗？会吗？会啊，被我骂的时候。对啊。然后你跟我说你要做节目，结果都在批斗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想让大家了解你没有这么严肃啊，所以你现在就是一个生活习惯蛮糟的人的。OK 啦，我们先到这里。好，大家秋了，等一下我们烂节目，烂的。好，上菜，你换酱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新口味，新口味啊，这个是没有饭的。我也想吃。这个就是 local moco， 它基本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嘛，一颗蛋，中间有一个汉堡排嘛，对，然后下面就是新改良，这个汉堡排是改鸡肉的，对。哦，原本是牛肉的吗？牛猪一起的，这个只有5、6日才会有的哦。这样子。我先吃看看有什么。意大利青酱嘛。它的酱只有花椰菜跟洋葱蒜头，不是花椰菜浓汤的状态。哦，蛮清爽，它没什么负担的。真的蛮清爽。它鸡肉就是每天早上现打的汉堡排，它只有鸡肉、洋葱跟一些调味料。这是大树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Chris， 然后他也是近几年来灭火器的那个演唱会的导演。那我们今天约来一起午餐，来煎饺，因为我这个是黄金煎饺，它其实就是加蛋。加在哪里啊？就是煎好之后，后面我再加蛋下去煎，有一个香味。你的蛋是在皮的下面。没有吃到料理之前，我们最喜欢来吃的就是这个，超大颗的家常菜。好啊，那我们在一边吃的同时呢，我是也要问一些问题哦。我先问大树好了，你怎么跟灭火器认识的？我们在09年的时候拍壁纸，跟导演李彦勋一起拍壁纸，那时候找杨大正来演主角这样。那时候认识。他后来变得比较熟，是我们一起组棒球队打球之后，跟灭火器比较熟这样。对我们3个算认识蛮久的。对。那你对我们3个有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你爱我吗？教我们爱的时候，感觉就是大家个性都不一样，可是有事情都可以互相信赖。应该是这样讲。我们现在就要邀请到我右边的这位，我们的导演 Chris，A.K.A 博君。刘博。你好，我这几年很密集跟灭火器工作，就是不论是演唱会啊，还是他们年度计划，或者是火球季，从第1届前没错，就开始一起工作，就是感觉很不喜欢练团一个乐团，超不爱练团，这你们可以承认吧？我们承认啊，我们只有大表演的时候会提早1个礼拜练团，然后练个3次，就这样。假如今天灭火器有机会可以办一个超大的演唱会，那你会想要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场馆？我原本想说海边，然后后来我觉得
干应该要更特别一点，就是应该是要办那种，就是像那个疯狂麦斯的嘛 ，Max， 那种在公路旅行上的那种演唱会。沙漠，那我们在车上表演嘛？对啊，然后就 Max， 然后你就要在车上要掉，大家被掉在最前面那个。我就是开车在旁边，然后追这样子，就买车票的概念了。因为公路旅行就是很适合一个乐团的状态，然后你们歌又有很多，我们很常在公路对什么路什么路的，我就觉得在路上那种感觉蛮不错的。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我们这集主要是在让大家说我们私底下的样子。对，因为平常大家都觉得我们很严肃的，还有诋毁我，因为真的太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超严肃的这样。比如说发脸书，后来我发什么，然后隔天就会上新闻，越来越不喜欢在外面开玩笑或什么。对了，好了，反正基本上我们私底下的样子就跟你们一样，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肃了。因为你们也知道，就刚在车上也聊很多，你也知道演到那睡觉有多软烂。继续逼动。因为有时候我还为了你这个烂节目制作费一直在想怎么办呢？因为现在是疫情的关系嘛，所以我们的演出基本上就是全部都取消了。然后因为没有事干了，所以我们就把以前有想说要做频道这件事情，就终于拿出来弄了这样。但我觉得观众也可以给我们建议啦，说你们想要看到我们去做什么事情，其实大家还可以做，因为那个像是 QA 嘛。因为我们频道刚成立，其实这也算是试播。然后如果大家有一些想法，希望我们去做什么事情，可以提供给我们。所以如果有什么 QA 的话，一样在下方留言，然后我们就会全部把它哪一天数量够的话，就直接来解答了。毕竟我们还是职业的音乐人，所以可能在音乐性方面的内容产出，我们要去想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构想是，也许我们可以去找一些 YouTuber， 用比如说1个小时或2个小时的时间，就找他，就是我们一起写一首歌这样。比如说我们找呱吉，那个叫呱吉。讲话的痛调是那样，然后他的头脑很清楚嘛。如果由他来写歌词或者来讲故事的话，应该会蛮有趣的。比如说你找台客剧场，然后他关心的事情那些，也许会有一个很温暖的作品产生，可以接触更多不同的主题。麻烦各位帮忙艾特一下他们，谢谢。反正我们就试看看吧。然后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订阅、分享。还有什么按赞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第1集试播集就这样，非常的顺利，好像很 peace 的。对，我们路上一路开过来，平安。对，